呢只係鬼。我係會交圖，呢度係符。會教徒終於輸咗啦！開始出嚟先出嚟啊！而家基督徒嘅耶穌。喂，電話。我係導演，我拍呢套戲，因為我想令到佢哋覺得，我覺得佢哋覺得基督徒係得嘅，呢個基督徒係有用嘅，即係咁樣。你有啲咩感受咧？係魔鬼，亦都係天使。我哋做呢套戲真係覺得好辛苦，但係咧，耶穌係掂㗎，掂㗎，掂㗎。耶穌，你感覺有啲咩咧？原來得㗎。仲有啲咩咧？你演耶穌有啲咩感受啊？好感動。會教徒你感覺如何啊？雖然我係一個雖然我係飾演回教徒，但係我係一個基督徒。我覺得喺神裏面，人裏面唔得嘅嘢，在人不能，在神都能。唱返首歌先咯。哦，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，可能的你。三位師班，你感覺如何咧？拍呢套戲？呢個係好聽啊！呢個好掂。我愛你。咁依家你哋會唱詩歌咧？呢個好聽。好多謝你哋。呢套戲就咁就完咗啦。我哋影相。大家影翻一齊圍埋一齊拜拜。笑啊我哋。接住我係魔鬼。